好啦，歡迎大家咧，今日嚟到呢一個俾強迫症嘅，特別係強迫思想嘅人士參與嘅靜觀修習嘅。咁我係 Beatrice 啦，我係香港嘅註冊臨床心理學家，亦都係加拿大註冊嘅靜觀導師嚟嘅。無論咧喺臨床上面嘅經驗定係研究上面咧，其實都有顯示靜觀咧對治療強迫症咧係有一啲幫助嘅。咁呢個亦都係呢個原因咧，我今日讓喺呢一個機會咧，希望分享一啲專門為強迫症而設嘅靜觀練習啦。咁希望對大家有用。咁咧要提一提大家嘅就係呢個練習咧係輔助強迫症患者嚇，而唔係治療嚟嘅。因為大部分嘅強迫症嘅患者都需要接受藥物啊，同埋心理治療嘅。咁所以你當係一個輔助嘅一啲選擇。咁亦都可能你需要，如果你而家見緊心理學家啊，咁你可能亦都需要將你嘅經驗同佢分享啊，讓佢有多啲指引俾你。之前咧，我喺社交平台啊或者 newsletter 上邊咧分享過一啲嘅文章啦，咁就係講解下靜觀點樣可以幫助到有強迫思想呢一種強迫症嘅人士嘅。咁如果你未睇咧，咁我希望 Angel 可以幫我 post 喺 chat box 嗰度，你就可以喺呢個 link 度攞到啦。咁啊，邀請你稍後再睇啦。咁啊，希望對你有用嘅。係咧，我解釋更多之前咧，我想先邀請大家做一個好簡短嘅靜坐練習。咁咧，亦都邀請你一陣間分享一下你留意到嘅嘢、覺察到嘅嘢，或者你嘅經驗係點。咁呢個咧會幫到我知道跟住落嚟要帶領嘅修習，可能比較長啲啊、短啲啊，或者個指引會點樣可以更加貼近大家嘅需要嘅。我會用鈴聲嚟代表練習嘅開始同埋結束。而家咧，我希望你已經喺一個有私隱嘅地方度坐喺度，或者瞓喺度都係可以嘅。我哋會做10分鐘嘅靜坐練習。如果你選擇坐喺度，邀請你而家稍稍調整一下坐姿，採取一個舒適嘅、同時穩重嘅、莊嚴嘅姿勢。如果你選擇咗躺下，咁就邀請你容讓自己舒適嘅平躺落嚟，合上雙眼，讓心返返去呢一刻身體嘅感覺上面。可能係而家坐喺度嘅時候，接觸到凳啊、坐墊啊、地席啊等等嘅感覺，或者瞓喺度嘅時候，接觸到床啊、瑜伽席啊等等嘅感覺。留意到而家身體坐喺度或者瞓喺度，呼吸嘅感覺。
如果覺得合適，而家讓心放喺呼吸嘅感覺上面，吸氣嘅時候，覺察氣息全程進入身體；呼氣嘅時候，覺察氣息全程離開身體。讓心停留喺呼吸嘅身體感覺之上，唔需要控制呼吸，讓呼吸自然咁存在，純粹感受下佢。如果覺得合適，亦可以將心放喺一個呼吸感覺最明顯嘅位置，可以係喺鼻尖，留心空氣進出鼻孔嘅感覺，可以係喺胸膛或者係腹部，覺察呼吸嘅時候，胸膛或者腹部微微升起。揀選一個呼吸感覺最明顯嘅位置就得啦。讓心停留喺身體嘅呢部分，可能心不時都會遊走，遊走咗去聽到嘅聲音，腦裡面出現嘅想法，或者其他地方。如果懷疑到心遊走咗，注意唔再喺呼吸嘅身體感覺嗰度，只要先停一停，知道心去咗邊度，然後溫柔㗎、輕鬆㗎，將心帶返去呼吸嘅感覺之上。一次又一次，容讓自己內心㗎、好奇㗎，讓心回到呼吸嘅感覺當中。
無論心遊走咗幾多次都唔緊要，只要當知道心遊走咗，唔再停留喺呼吸嘅感覺上面，就已經回到當下此刻。先知道心去咗邊度，然後再一次溫柔㗎、堅定㗎，讓心返去呼吸嘅感覺上面。氣息依然喺度，隨時歡迎，讓心返去呼吸嘅感覺之上。而家讓心從呼吸嘅感覺擴展到呼吸嘅周圍，再擴展到整個身體嘅感覺，留意到呢一刻身體嘅姿勢、面部嘅表情，整個身體而家坐喺度或者瞓喺度，呼吸嘅感覺。係咁，頭先咧就講到啦，我哋係想透過靜觀培養嗰份對自己嘅接納同包容嘅心。咁而家就講下咧，佢同 OCD 啦，同一啲強迫思想 obsession 呢種症狀嘅關係係點嘅？強迫嘅思想咧，有啲人會覺得係一啲想法，有啲人覺得係一啲聲音，或者係啲影像嚇，三種嘅 forms 都可以用成為一種我哋概括佢做強迫思想 obsession 嘅情況嘅。咁呢個係其中一個例子嚟嘅。譬如話，我其中一個客人去同我講啦，譬如話，佢今日俾人話去打尖喎，咁咧佢翻到屋企，可能佢就會開始諗起呢件事，諗起呢件事咧，佢就開始好不安，好似自己做錯咗嘢，可能10分有9分嘅不安出現，跟住佢可能就會有一連串嘅想法啦。我究竟有冇打尖咧？然後佢就會開始諗影像啦，仔細咁回想啦。我頭先行埋去嗰個過程係點？好似 review 緊自己係咪真係打咗尖咧咁樣。跟住再思考啊，應該冇嘅。點解個人咁話我嘅咧？會唔會係我真係做錯咗啊？好多 doubt 啦，自我嘅懷疑出現。然後佢會再思考一次啦。諗多次頭先點樣行過去，究竟有冇咩做錯咗咧？咁最後佢做總結應該冇嘢嘅，唔使驚。咁跟住個焦慮就會跌咯，就可能去到2咁樣。咁呢個過程，如果佢諗一次冇所謂嘅，但係佢個狀態咧就係佢會重複。佢懷疑到佢一諗到，今日俾人話我打尖，可能係一諗到嗰個人鬧我嘅聲音啊，嗰個樣啊成咧，佢就會將呢件事重複一次。咁可能嗰晚咧，佢就可能重複好多次嘅。咁你見到啦，嗰個所謂 obsession 啦，由焦慮不安以下嗰紮過程咧，其實係為咗將個焦慮減低而發生嘅。而對於客人自己嚟講，就係佢冇辦法控制呢件事嘅，即係佢明明知道我已經諗咗好耐啦，唔使再諗，但係我好似忍唔住㗎。咁呢個就係佢喺個腦度成日會出現，而大部分人未必睇到嚇，因為佢可能仲生活如常緊，不過就好似心不在焉咁。咁佢哋呢個狀態咧，
通常會令到佢哋好唔喜歡，好覺得好多加重一啲自我嘅責備。咁而我哋如果喺呢度個箭嘴呢度 break 咗啦，停咗落嚟啦，就係我可以記翻起今日有人話我打尖，但我亦都可以覺得焦慮不安㗎，我容讓自己有呢啲感覺㗎，但係我唔繼續用舊嗰個方式去舒緩嗰種焦慮啦，我唔再不停去思考啦，回顧啦，諗翻去啦，自己同自己講嘢啦，我唔用呢個方式去減低個焦慮感。咁呢個就係冇 obsession OCD 嘅狀態。咁而靜觀就喺呢度係一個角色啦，就係佢可以靜觀焦慮帶嚟嘅身體感覺。喺臨床上咧，我見到有呢啲強迫思想嘅人咧，佢哋比較 benefit 咧，就係喺啲同身體感覺聯繫上面。而其中一個難度就係佢哋嘅身體感覺通常都唔舒適。即係譬如話，我坐落嚟，我開始會痕啊，會有蟻咬啊，會有啲唔知點嘅感覺啦。佢哋會話好似坐立不安啊，想喐啊，嚇，總之就好唔舒適嘅嚇。咁呢種感覺靜觀，如果佢可以慢慢練習，同呢啲身體嘅感覺同在嘅時候咧，佢就會越嚟越可以唔使再喺呢個 cycle 裏邊嘅。咁呢個亦都係點解？我會比較邀請咧，如果你未係已經練習咗比較 regular 嘅靜觀嘅時候咧，你都可以去呢個 link 嗰度。如果 Angel 可以幫我 post 啦，就係身體掃描嘅練習，咁啊可以試下佢。咁但係呢個 link 呢個身體掃描可能比較長嘅嚇。咁如果你有其他嘅練習，可能你去上個堂啦，你有其他嘅 apps 攞到一啲身體掃描有關嘅練習，我覺得都會有幫助嘅。咁而陰間嗰個練習咧，就係培養我哋呢啲唔舒適嘅身體感覺嘅一份包容嘅心。咁呢個只係其中一個例子嚇，唔代表在座你哋各位嘅經驗啦。因為每一個人都唔同嘅，OCD。咁呢個另一個例子，我覺得係比較 typical 啲，亦都係見過嘅例子啦。就係有個客人啦，佢工作嘅事之前啊，佢會覺得好緊張嘅，佢會焦慮感好不安，好高分嘅。跟住佢就點咧？佢就會不停祈禱，咁佢心不停喺度祈，佢就唔知祈幾多次嘅，佢唔會數，但係佢不停咁祈禱，祈到佢覺得啊，好似舒服啲咯喎咁。就冇一個特定嘅次數，話一定要5次同16次咁樣嚇。總之就祈到佢覺得哦 OK 啦，咁佢就會停。咁啊嗰個過程咧，其實都幾用時間。咁佢都覺得幾困擾，但係好似唔做唔得咁。咁啊會重複，可能每日工作前都會有咁嘅狀態咁。咁呢啲都係其中一啲例子。咁同樣，其實我哋想個強迫症好返嘅意義，其實就係我唔再用相同嘅方式去回應嗰種焦慮啦。咁呢個有其他嘅方式回應焦慮呢件事本身，我哋都先要能夠同焦慮咧可以有多啲嘅同在，嗰種唔舒服嘅感覺，或者係甚至係一啲身體嘅感覺，我哋可以有多少少嘅空間，讓佢喺度，讓自己感受佢，而唔中意佢都係 OK 嘅。咁咧，跟住以下咧，我就會同大家練呢一個靜觀嘅練習。以下呢一個練習係想培養我哋對一啲不適格內在嘅經驗嘅一份包容嘅心。所以過程裏邊會邀請你，讓心放喺一啲已經喺度嘅唔舒適嘅感覺上面，可以係一啲身體嘅感覺，譬如話一啲已經喺度嘅疼痛嘅感覺、肌肉繃緊嘅感覺，或者因為坐落嚟之後
會有帶嚟嘅不安嘅感覺、痕癢嘅感覺，亦都可以係嚟自於一啲情緒，覺得驚、覺得焦慮、悲傷，呢啲情緒都會喺身體嘅感覺上面顯現。所以嚟緊呢個練習，我哋會嘗試去覺察呢啲嘅感覺。如果為你嚟講，呢一刻冇乜嘢唔舒服嘅感覺喺度嘅，咁亦都可以讓一啲相對強烈啲嘅或者不適嘅感覺，譬如麻痹啦，譬如痕癢啦，肌肉勞累嘅感覺啦，作為一個觀察嘅對象。而家邀請你用一個舒適嘅位置坐低，或者瞓低。如果攞 cushion 攞個枕頭放喺頭後邊係舒適嘅，你係可以咁做㗎。如果坐喺 sofa 係合適嘅、舒適嘅，你係可以咁做㗎。記得呢個練習，我哋係嘗試清醒嘅去覺察。所以如果去到中途你覺得眼瞓，你係可以擘大雙眼㗎，讓自己繼續能夠清晰嘅去感受。而家先揾一個合適嘅姿勢，坐低或者瞓低。準備好嘅時候，合上雙眼，讓心停留喺呼吸嘅感覺之中，讓心伴隨住呼吸嘅節奏。讓一吸一呼嘅感覺伴隨住你，將氣息送去嗰啲身體覺得唔舒適嘅地方，可以係心跳嘅感覺、痕癢嘅感覺、坐立不安嘅感覺，或者身體有疼痛、不適嘅感覺。試下唔需要抗拒佢，唔需要喜歡佢，亦唔需要離開佢。溫柔嘅將心放喺身體覺得唔舒適嘅位置，讓一吸一呼伴隨住呢啲嘅感覺。想像有一朵蒲公英喺身體覺得不適嘅位置，
呢朵蒲公英好圓、好鬆，上面有啲白色嘅細細嘅種子。吸氣嘅時候，想像氣息送去身體唔舒適嘅部分。呼氣嘅時候，想像氣息將呢朵蒲公英吹散，讓不適嘅感覺散落喺空氣之中，讓佢自然咁漂浮。唔需要刻意去吹走蒲公英嘅種子，讓佢自然㗎喺空氣之中漂浮。再次吸氣嘅時候，想像氣息送去呢啲身體覺得唔舒適嘅地方，製造更多嘅空間，讓呢啲感覺自然咁喺度。呼氣嘅時候，再一次將呢朵蒲公英吹散喺空氣之中，讓不適嘅感覺伴隨住蒲公英嘅種子散落喺空氣之中。一次又一次，溫柔㗎、耐心㗎，將心隨住呼吸，溫柔㗎放喺呢啲身體感覺唔舒適嘅地方。吸氣嘅時候，讓氣息送去唔舒適嘅感覺嗰度。呼氣嘅時候，就將蒲公英吹散，讓種子隨住不適嘅感覺散落喺空氣之中。呢啲感覺可以係非常難以形容㗎，微細㗎，變化㗎。無論係邊一類型嘅不適嘅感覺，都可以讓心隨住呼吸送去呢一個唔舒適嘅地方。然後呼氣嘅時候，將呢朵蒲公英吹散，
喺空氣之中，讓不適嘅感覺散落喺空氣之中。如果發現心游走咗，去咗思考呢啲嘅感覺，分析明唔明？可以先停一停，知道心游走咗去思考嗰度，然後溫柔嘅、輕鬆嘅將心帶返去身體呢一刻比較不適嘅感覺上面，吸氣嘅時候，讓氣息伴隨住呢啲唔舒服嘅感覺；呼氣嘅時候，就將呢朵蒲公英吹散喺空氣之中。而家如果覺得合適嘅話，讓心隨住呼吸擴展到呼吸嘅周圍，再擴展到整個身體嘅感覺，包括不適嘅感覺，包括各種平凡嘅、舒適嘅、中性嘅感覺，讓整個身體嘅感覺都停留喺廣闊嘅覺察之中，包括每一刻呼吸嘅感覺。